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节，咱先来看圣经在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的27节。约翰福音第10章的27节。咱今仔日是台语礼拜吼，但是圣经咱依然用华语吼。虽然是台语礼拜，我们圣经还是用华语，让大家能够比较熟悉一点。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呢讲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啊，台语是这样讲哈：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捌因，因也对我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伫周末的时阵，阮阁会当有一个福气来敬拜你。阮透过阮的用诗歌来敬拜你，阮要透过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。阮会当搁较来熟悉你，但阮直接要学习，要安怎来听见主你的声。你常常咧向阮讲话，但是阮却常常听袂到，还是阮无咧注意咧听，所以阮直接要来学习这个功课。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。佮赏赐阮有属灵的有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来明白。我咱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第3礼拜，所以咱用台语的礼拜。咱毋忘咱伫敬拜中间，咱有多元化吼，无一定讲固定是倒一种礼拜方式，还是倒一种言语吼。毋忘咱伫即个敬拜中间会当学习到。他拄仔所看这个圣经节是咱伫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咧，已经讲到下集啊。在11月6号，就是2个礼拜以前的，咱有讲到这个上集啊。要安怎来学习听到上帝的声吼？迄个时阵，咱有做一个结论伫遮结论咱来说明一下吼。迄阵咱所用的圣经节是用伫即个约翰福音第10章14节到17节。伫迄个所在，约翰福音第10章第14节到第16节牧师来读一遍吼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4节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属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。这是伫迄个时阵，咱有讲到讲，咱一定听会到。听得到上帝声，因为咱是安那，咱是主那个羊群、羊篮子里面的这羊啊吼，所以咱应该听得到迄个牧者那个牧羊人跟我们讲的声音呢，我们应该听得到。当我们跟神来跟主建立一个正确关系的时候，主的灵就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声音啊，他的心意。主原来是用我们耳朵跟我们讲话呢，还是像我们的灵在跟我们讲话？因为神是灵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，咱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伊。所以上帝是灵，灵的意思就代表哪？伊无身躯，没有肉体，伊在当中无所不在，在当加对每个人，在住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哈。所以咱若要敬拜上帝，咱用那种心灵去敬拜他。伊甲咱讲话，嘛是透过咱的灵甲咱讲话，让我们有所领受。你心内有一种感动，有一种感觉伫咧吼，所以上帝是向咱的灵来讲话，上帝神嘛是借着咱的灵，互咱能明白伊的心意伫咧吼。咱会当听到上帝的声，明白伊的心意哦，这是我们很大的资产哦。神跟我们，咱是被造物，神是造我们的，他愿意跟我们讲话，你想这是何等大的荣幸！所以这是咱是真大一些资产的哦，所以咱来珍惜，咱嘛要去追求。追求了是安怎？听到什么声会当行出来，再未失去听到神声音的意义哈。这是咱上次讲的哈。咱讲咱是这个耶稣这个羊篮子里面的羊，咱应该听到伊的声，但是为何咱常常听不到伊的声？
到底伊的原因是什么？有的人也真容易听到上帝的声，但是有的人听袂到。到底这个听到声，无听到声，伊的意义到底是安怎？咱若想要去听到神，要如何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？或者是说，我们要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关键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今天咱三个要来学习的哈。刚才这个经节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，来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好，这是华语告诉我们这样哈。来看，来看台语来。我的羊听我的声，我把因也对我哈。来，这边有几个，这表示说羊跟牧羊人，或是跟那个讲话的这个人呢，中间有一个关联，就是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是怎样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说他要有听，后面又讲怎样？他也跟着我，所以羊应该要听牧羊人的声音，还要跟着牧羊人。那牧羊人是怎样？我认识他们，所以短短短这几句话来电影，跟咱讲呐。咱若是羊的时，咱都要听，搁得安那，搁得要对。那牧羊人对这羊得安那，我要捌伊，要认识他。所以咱若听袂到声的时，表示讲安那，咱伫这个功课已经安那，已经失去功能了。咱无听，咱嘛无对。然后牧羊人嘛无捌咱，安尼是你自然就袂当听到上帝声。咱要学习听到上帝声的时，原来功课的这些所在哈。所以咱头前要来想讲，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声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啊，我们生命中间仍然有未认的罪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2节哈，这个经节很有帮助哈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哈，不能拯救；和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哈，而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跟他神已经隔绝哈。然后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。伊讲啊，那亚我的手不是无力，袂当甲咱拯救，不是伊的耳孔啊那无听去啊，已经老啊无听去，不是，是因为啊那咱的罪，互伊甲伊隔绝去啊。啊，咱的罪，互伊啊那，互伊掩面袂看咱，袂听咱啊。才用的两个字，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罪恶，一个是罪恶。这两个字有啥无共款？我查一个英文来的时候，我们有的版本是直接写罪，两个都是写罪，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离了，因为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哈。那英文里面把这两个我看了好几个版本哈，拢总用无共，拢用这两字。后边迄个罪恶是讲咱的 sin， 那前面是 iniquity 哈 ，iniquity。这 iniquity 你去查字典去看的话，这两个字都可以去查字典了。原来 iniquity 也是讲行为上的罪，你有不法的罪，你有一些不合这个法律上所要求的行为的罪是这样。sin 的话呢，通常都是讲我们在道德上，你宗教上、思想上的一些罪哈。所以其实这两字跟咱讲一下呢，咱的罪行唔那干那是咱的行为看就叫罪。宗教内底常常会去甲人劝人讲，咱拢是罪人，所以咱都安那，咱都要悔改。哇，听到人那种足气的，你哪讲我是罪人？我也无去用抓，我也无去用判刑，你哪会使讲我是罪人？原来每个人的定义对罪的定义是不一样。罪是怎么写的？是下面是怎样？非四个不对的事情就是怎样？就是罪的。原来中文写安尼下来吼，是迄个罪写安尼下来。其实咱人的罪呢，简单来讲，让有4层不同层次的罪。第一个是罪是怎样？是我们口头的罪。哪一个人说他口没有曾经去骂过别人，去讲一些是非的话，去论断别人，去讲一些没有造就负面的话，谁敢说他没有讲过？嘴巴没有讲过呢？他没有行为，没有去打人，没有关系，也没有骂过别人，也没有讲诅咒过别人，还是这样都有。用嘴，这是第一层的罪，每个人就已经有了。但是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关？现在有可能啊！现在讲你损害名誉，你买这种告哦，
那无以前敢若嘴巴，我也无怕人啊，我敢若嘴讲安那会要紧的。以前讲拢无要紧，即嘛是较有啊。即嘛讲你损害我的名誉哈。第一个是行为的罪，嘴巴的罪，通常袂去用掠去。第二层是啥？行为的罪，就是我们法律上常常看到的，你去人偷摕，你去杀人，你去拍人，你去人破坏啥，这是行为看得到的。那叫警察抓着，叫人告呢，你就要坐牢，就要被判刑。这是大家一般来讲罪是讲这个罪，但是这是只不过第二层，第三层呢，思想的罪。你什么人讲伊唔捌心内的救助别人，啊去死好啦，啊像安啦，啊这个人哦，安怎啊，然后就这样，心里面虽然没有讲出来没有关系，然后你嫉妒别人，然后你恨一个人，摆在心里面几十年都消不掉。多一个人唔捌安尼讲伊内底心内唔捌有一种负面的思想造出来，这是第三层的罪，已经越来越难做到了。圣经里面跟人讲的第四层，讲你得完全像神完全一样，有没有人做得到？没人做得到。你要像神一样的完全，怎么做得到？所以人没有一个完人，甚至最新的一个说法就像，你要是不认识神，也是一个罪。所以咱咧讲这个人，这个罪的人，其实是包含在内。圣经以赛亚书59章第1节、第2节告诉我们，只是你的行为跟你思想跟宗教上，其实宗教里面就包含我都叫讲这罪。所以人拢是这个犯罪。所以因为呐，咱人的思想、咱的行为不合神的这个心意的时候，咱就跟神底下隔离啊。所以咱自然就听不到上帝声。这是第一个。你讲别人哪会遐尼容易听到上帝声，我哪会听袂到？是啊，不是咱内底有一个呐，咱没有去认罪的这罪，没有向神祈求你赦免我这个罪，我认我的罪，你是不是还有没有认的罪？第二个呢，我们不听，我们不想听。神想要跟你讲话，但是呐，你无想要听，你自然听袂到啊，因为你都无想要听嘛。撒迦利亚书第7章第13节说：“这样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；将来他们呼唤我，我也不听。”神向你说话，但是这样你不听，你自然就听不到啊。我们也在实际上，那里社会中间，咱有足多声音呢。咱逐天一开始的时候，咱就听着收音机的声好，电视的声好，吹外口喇叭声一大堆，结果都拢就这样叽叽喳喳一直讲的，这声这么多中间，你要去过滤无？有你想要听无？还是拢爱去听一种八卦？啊，点都不爱听一种人甲你口肯，人劝告你的好话，你都不听，拢想讲伊咧甲骂，啊，拢点都爱去听一寡哦，别人无好哦，安怎，搁安怎哦。八卦的上个有人有兴趣要听，咱点到上帝咧甲咱讲的声，咱点到无意爱去听，所以这个无听的部分就是啥，咱拢无努力渴慕要去听上帝的话，你嘛敢若无兴趣要去行上帝旨意，上帝都感觉无必要甲咱讲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咱为什么听袂到上帝声？头一个是咱有可能咱有罪。隔离咱甲上帝的关系。第二是安怎，咱根本都无在意嘛，咱都无想要去追求，要去认真去听上帝的声，上帝自然就袂甲咱讲。第三是咱上帝已经甲咱讲话啊，但是安怎，伊感觉咱讲迄个答案毋是咱要伫的，上帝已经互咱答案啦。但是咱讲这个答案毋是咱的，所以咱就无感觉讲我无听到上帝声，我无得到迄个答案嘛。我答案应该是安怎行，但是无听到。马太福音第13章第14节安尼讲：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咱已经听去啊，上帝已经互咱答案嘛，但是咱讲我无听去，因为迄个毋是我要知的答案。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，《民数记》第22章到24章有一个故事，你们回去自己看哦。那个时候在讲到啥？讲到有一个以色列，《民数记》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所记载，因地的战争，然后占领了下面堆啊，下面人就去徛去底下讲到一个故事，等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势如破竹，伊去拍下面拢总赢。伊拄啊去镇压迄个亚摩利王，
甲巴山王，因拢甲伊灭掉啊。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去到这个摩亚地，摩亚王就紧张啊，以色列人来了怎么办呢？因的形容啊，有一个神人，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啊，我们来请这个巴兰来，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，让我得胜，安尼我就会当赢。伊就果然就派人去找这个巴兰，巴兰甲讲：你小等咧，你等人家困一暗嘛，明天我再告诉你神怎样子告诉我。隔天那天晚上的时候，神出现在找巴兰。说那些人是什么人？你说啊，那些人就是摩亚王派来的，要我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的。神告讲，你千万不可去，也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是蒙福的。就清楚呀，上帝像这些巴兰这么讲清楚啊，所以隔天早上起来，巴兰的起来讲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去，因为神告诉我说，我不能去咒诅他们。好，那这些人就回去了，回去跟摩亚王讲说啊，他不会来了，因为怎样怎样。摩亚王这样不灰心，再派另外一批人去，这批人是安怎也地位更加管，然后要带更多的礼物去，然后去应该讲安怎，讲我好你再带了更多的礼物来，你要更多，甚至你要更多都没有问题。你要说什么，你要什么，你跟我讲。然后安怎，你跟他请你去咒诅。就做以色列人就好啊！巴兰佮讲啊，就好听。你纵使互我满屋子的金跟银的行，我嘛袂当的，因为我只会当讲上帝爱我讲的。但是呢，请恁佮等我困一暗，我来过来问上帝看卖啊咧。然后那天晚上，上帝又出现，然后巴兰就问巴兰这是什么事情啊？巴兰就说啊，他们又来找是怎样？结果这样。巴兰是不是知道答案不？上帝已经讲得清楚的啊！这以色列人是蒙福的人，你袂使去救助伊。但是一个老鹰落来，讲要去问上帝，上帝就讲安那，无你去好啦。但是你刚才会使讲安那，讲我跟你讲的话，你只能说我跟你说的话。巴兰隔天呢，就真的骑着一个驴，然后跟着他们去了。上帝非常不喜欢。明明让你知道你袂使去咒诅以色列人，你为什么这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要去呢？原来是巴兰呢有贪念，他想要有这么多的财物来，我赶他去讲几句话的，我得让得到这财富啊！我上帝早就给他答案了，但是他竟然一直去问，一直去问，上帝就派一个使者在一条路前面怎样拿着刀准备要杀巴兰，但是上帝的天使我们大家看不到嘛。巴兰不知道骑着驴走，但是上帝开那一只驴的眼睛，看到上帝的天使在前面拿着刀，准备要杀巴兰。你想，这只驴子会不会继续走？他当然不走啊，他就闪，卡迪亚或者闪到这边去呀。那这个巴兰没有看到，打这个驴子，你怎么跑到路旁去，又把它打回来？然后他看到又躲到这边去，总共被打了3次。这驴呢？上帝让这只驴开口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3次啊？我不是以前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一定有原因的啊！”他们对话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驴子在讲：“你没看到上帝的书架在头前，牙都被抬你。”上帝让巴兰的眼光也开起来了，看到果然是上帝的天使已经拿刀在前面准备杀他了，他赶快败下来。求神的原谅他，说他有罪的，他不应该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他还讲说：“我可以去吗？”这个很白目哦，这个巴真的很白目啊！孩子讲说：“我可以去吗？”那个天使告诉：“好吧，你去吧，但是一定要讲上帝要你讲的话。”好，就去了。见到这个摩亚王就带他到一个地方去。你看到哦，这以色列人已经扎营底下所在，你咒诅他们，就咒因。你讲啊，你在这边筑7个坛，每一个坛上面呢，你都要配给我1只公牛、1只公羊，然后叫他杀了以后，在上面祭坛。你想讲啊，我来献祭给上帝，上帝就接了吧。在烧祭的时候，你说我到前面去看上帝跟我讲什么话，
啊，你在修的时候，你就去讨钱的心。果然，上帝还是跟他讲话啊，你绝对不可咒诅他们，而且你要讲我要你讲的话。甲讲啥引在的倒转去，神的灵就充满在巴兰的身上，他开始就用诗吟诗了哈，用一个讲一诗下，你回去可以看那个诗哈，就在民数记讲的，都是赞美以色列人。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怎样赐福在他们身上？哇！所以这个摩押王非常的生气，我要你来咒诅这个诅咒这个以色列人，你哪在祝福他？那也不该救咒，就生气哦。这样好了，我带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找定更靠近一点，可以看到首尾以色列军队里啊。好，来你再来一次吧。以后好，那你再筑7个坛。每个坛上面又一条公牛，一头这个公羊烧。我再到前面去看看神跟我说什么。一阵子回来之后，又吟了一首诗，还是一样是祝福以色列人，而不是咒诅以色列，不是咒诅以色列人。这个摩押王非常的生气，怎么搞的？我请你来就是要救助以色列人啊，你哪安呢？然后又带到他另外一地方，总共3次，3次的结果都一样。他回来都是讲的，因为神感动他去讲的话，拢是祝福以色列人，不是咒诅以色列人。后来这个王就很生气，叫他回去了。这个故事你听了以后，你刚刚这个巴兰，他是不是很真心要听神的话？他每摆拢讲安尼啊，我刚才会使讲上帝叫我讲的话哦，我对你去无要紧，但我刚才会使讲上帝叫我讲的话哦，每摆都安尼，上帝头一摆就甲讲啊哦。你袂使去救助以色列人，因为是蒙福的。但是他一再要求，我可不可以去？我可不可以去？真的是很白目哦。因为他觉得他想去，但是神给他的意思是不能去，他就一直想要的。我们也是曾经听到有人他为他的工作来祷告，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在台北，但是公司突然要他到台中去，哇，他觉得不能接受，那也安呢？分享中，伊讲，我唔那干啦，我认为是要去等台北呢。我只有请我的小组，甲我祈祷是嘛是讲，我要在台北啊。今嘛那也给他派去台中。神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咱今嘛的讲就赶快？神已经给你答案了，但是你安那，你刚刚这个答案不合你想要的，所以你得继续跟上帝讨。其实这就是咱每当听到上帝声的原因。第3个原因来伫这所在哦。你若已经有预设立场，你若已经做了决定的时候，你当然无办法听到上帝的声嘛。上帝要用什么时间，在哪一个时间，用什么方法，那是上帝的责任。我们人的责任是啥？我要这样祈求，有没有合神的心意？这是咱来求的。你若讲一直要等台北，还是我去祈祷先，帮我救回来。我刚刚压到什么东西？你那边有是？荧幕上有没有？这边没有。哦，出来了，好。所以你有时候已经预设立场时，你自然你就听不到上帝这个声的嘞哈。你想看嘛？然后一个人有这个外遇。然后他也求上帝说，让我这个外遇呢，让跟我的原配呢，能够很好的和睦的相处，然后能够接受回来啊，然后可以住在一起。上帝会给他答案吗？会给他说OK 吗？没有给 OK， 他就说上帝没有听见，没有听我祷告，没有回给我声音，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。这不是我们要听，不是要听咱上帝声的一种方法的嘞哈。哪里来供应？咱边那听到上帝声，有三个要注意。陶杰是人要努力的部分，咱来预备心。预备心是讲，心里面要说讲，我要听到神的旨意，我要去行上帝告诉我的事情。这是人要表态的部分哦。约翰福音第7章第17节说怎样？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是经节非常的清楚，给人讲啊呐，你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去行，神告诉我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而不是我要选择哦。神告诉我，我就要去做。
你就知影讲，这什么上帝咧甲你讲，还是我家己想出来哈？这是咱头一项，咱家己要有预备心，这是人要付出的代价。会记你讲，你不是讲嘴讲讲尔，因为上帝是看内心的，不是看你外表的哈。你一定要很真诚，你有这个渴慕，你不是口是心非哈。第二，你得就着上，这是第一个是人要做的功课，我要立志，我愿意要听神的话，而且我又要去行。第二个是神就要给你恩典，透过神的恩典呢，用圣灵来帮助你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那讲啊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咱会当明白上帝话，明白圣经，明白在上帝奥秘，只有透过圣灵才有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有神的恩典来赏赐给你，就是透过圣灵来帮助你哦。这是第二样，咱讲到也只有这样，只有圣灵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这个心意的。那圣灵怎样来帮助我们呢？第一个，他开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耳朵跟属灵的心，他开我们，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跟属灵的心哦。在启示录2章第7节说这样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有耳朵的你就应该听。到底这个耳朵是真的我们肉体的耳朵还是怎样？因为这个是用咱人会当明白的方式去讲，你会使讲我要心要来听袂？我们大家心要那听，你就不明白了。我们人呢，当然明白就是讲用耳朵去听，所以这边讲的耳，其实不一定是代表肉体的耳，也就是你的心能够领受到。你做梦中间的时候，你要听去对话无？你咧做梦的时候有听去对话无？两个人伫遐咧讲话，还是什么人甲你讲什么话？迄阵你敢听到噶？你不是听到啊？是你伫梦中，你知影讲有两个人在对话，你知影因咧讲什么？是怎么听到的？既然不是用耳朵听，是用什么听的？心里面明白的，这意思是这个哈。你要用开你的属灵的耳朵跟属灵的心底哈。神的话其实大家都听得到，但是不多明白。那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耳朵跟属灵的心，才能够真正的明白。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是讲，那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。保罗骑马在大马士革，要去大马士革路中的时候，一个光照他，他就跋落在马卡，然后有声跟他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我在逼迫像，我是逼迫耶稣呢。那跟我讲话既然是耶稣，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了吗？所以他就忏悔，他就认罪了。认罪这中间的对话，接着圣经记载说怎样？跟他在一起的人听到声音，但不明白。神有时候跟咱讲话，有声跟咱讲，是咱不一定听有，这是耳朵听到部分。自从那一章记载医奥表行，都是讲说怎样，在异象中，神告诉他，什么叫做异象中呢？就是不是耳朵真正听到，但是你也当明白的听了哈。所以咱讲起第二，个 C.S. 路易斯是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啊，伊讲苦难是神的麦克风啦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神要用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是想要跟我们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咱那平安的时阵，咱常常的把咱的属灵耳朵咱关起来啊，是讲咱的感觉咱的行神的一个旨意，咱都不会去想到上帝啊。我就照这样走，突然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你怎样啊？都等下用上帝，上帝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上帝啊，你来帮助我，上帝啊，你来啥嘢？咱拢伫苦难的时候在挖靠上帝。所以上帝不得已的，有时候的用苦难抵在咱的身上的时候，互咱会当倒转到伫上帝面前来哈。所以这嘛是一个咱要注意的，苦难其实是有时候是一个祝福伫咱的心情哦。圣灵头一帮助先开我们属灵的耳朵。第二圣灵是让借着圣经在告诉我们，跟我们在讲话哈。其实这个圣经是这样。
是神告诉我们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哦，而且随时每个人，你手上拿有圣经，你那看，上帝就在跟你讲话，是一个上盖普遍的这种方式啊。以前的人无这个圣经，人上帝安怎跟因讲话？上帝透过先知跟因讲话。摩西就是最典型的，以色列人的事情都是摩西从上帝听了就回来告诉他们。耶和华上帝要我告诉大家做什么事情，十诫也是这样子来的，要造会幕也是这样来的，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怎么也都是按那来。因为一直上帝的话语没有办法直接到人的身上，只有透过先知。那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可以呢？你也可以说，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裂开来的？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来了。至圣所普通人袂当入去，内底写啥？写约柜，约柜有上帝的话语，十诫底下，还有玛拿，还有一只发了芽的拐杖，是亚伦的拐杖，那是约柜。约柜里面是摆这三样东西，里面最重要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十诫。以色列人只有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去一次，带着世人的罪进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求神怎样来洗净我们的罪，一年怎么一次而已？平常都没有人可以进去的。那些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神的话语，只能透过祭司、透过先知来告诉我们，才知道上帝的伟啊。但是耶稣为我们定死的时候，这个幔子裂开来了，裂开来表示说呢，人可以直接到怎样接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的？怎么进去呢？借着圣灵，耶稣的宝血撕开了这个幔子，然后再来是经过怎样？经过这个圣灵呢，就让我们成为至圣所进到怎样？可以从圣所去连接到至圣所。所以单单讲来讲呢，上帝的话语就是在至圣所里面，借着耶稣的灵，就是圣灵呢，让我们世人的魂，也就是那个圣所呢，我们能够去了解、去读，而且去默想、去受启示，明白这上帝的话语啊，就更新了咱的生命的哈。这是顶礼拜上次的时候，我们有谈过这个有关这方面。为什么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？因为主耶稣帮助我们，主耶稣做了中保，咱才有可能哦。所以人，我们讲身心灵或是灵魂体都可以哦。那个心的部分呢，这些公然除了肉体以外，人有这个心是怎样？他的魂是怎样？他是管记忆的，管我们的意识，管咱的理性，管咱的感受，也就是我们心思意念呐。这个心思意念怎么样跟神连结在一起？你再当听到上帝声哈，心思意念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圣灵跟上帝的话语连结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能够明白上帝也记得心意的哈。你接下来讲，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啊，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手上拿的这一本，当然包含这一本。但是呢，广义的圣经里面，并不是单单指纸本的圣经。你还记得旧约的时候，或是新约的时候，大家都没有圣经啊。他们听使徒讲话的时候，圣经还没出来，使徒就告诉你弄听啊，伊嘛无先跟人看啊。所以这边我们讲广义的圣经讲，只要合乎神旨意的话语，通通是属于这部分。都是在我们要向神要向我们讲话的管道，包括怎样？你在聚会中间，你听讲道，聚会中间别人的分享讲道，有人做见证啊，有这个福音单张啊，或还是讲有这个福音的节目，还是有些书籍啊，那都会当显示一些合神心意的话，在跟我们讲。这边是讲广义的圣经了哈，手上拿的这一本是圣经是没有问题，但是由这边延伸出来的主要属灵的书籍，有些延伸出来的牧师在讲的话，有些延伸出来，有些人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的感受到讲出来，其实这都是属于圣经的一部分，广义的圣经，上帝的恩典这样，透过圣灵让我们去明白，包括聚会，包括讲道节目、福音酒加拢圣仔来哈。那第三个是这样，我们预备心说，我立志要听，而且要去行。那上帝就赏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可以听到。但是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，你要回应啊！你听到以后，你若无去行出来，上帝继续在跟你讲，有没有意义？
无意义啊。所以你第三你有一个行动，你从你听到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可以行出来。听到神的声音以后，最重要就是要去行出来哈。那我们若是遵行去行，就代表我们要听神的声音的操练是真的。我真的想去听神的声音，不是口头讲讲而已。所以我听到要搁去行出来，代表是今天上帝自然就不断的启示你，不断的跟你讲话哈。你若拢无叮当，我想上帝嘛袂阁继续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无效啊，你听你也袂去做啊，就多说无益啊。所以你嘛是听无，所以这是你嘛要听到上帝声音。第一个部分是你要预备心，你要立志，说我就是要怎样，要听神的话，而且要去行。上帝就赏赐圣灵给你，让他去帮助你，能够明白。透过你有属灵的耳朵、属灵的心，能够去理解。透过圣经，透过聚会，透过很多这种合神心意的话语，来讲这你的帮助。第三步是你有去行出来。你要行动出来，你若无行动出来，第一遍你听到过来就无啊啦，因为你听了无路用啊，你也袂去行啊，对吧？所以就不会再继续下去哦。这是人的行动哦。那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在小事上你要是忠心的话，就托付大事。所以你要去行出来，而且不断的一直行也行了兄弟的不断的跟你讲话，而且不断让你明白哦。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哦，这是说。那个主人赏赐给一个人5000，一个人给2000，也许人说讲的，改天赚5000，给5000又赚5000，给2000又赚2000，公啦。你在不多，你是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你若有做，我就让你更加多；你若有听，更去行，我就跟你讲更加多的话，让你会当明白，你嘛当更去听。搁去行吼，所以你若想要听到上帝的声的时，你应该要去听到以后，搁去行出来吼。除了这以外的时，这是咱怎样讲？我要这样子去回应，我要这样去努力，但是一定有一个关键在，最基本的观念是谁啊？你跟神的关系是安的，所以这就改人讲，咱来对小事上去顺服哈，神就渐渐向我们启示哈，而且这个渐渐是用渐渐的来了哈。渐进的方式就是神要你完整，如果要完整，神完整的引导你一生的话，你要不断的做操练。怎么做操练？将你所领受到的真理去行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包括怎样聚会、敬拜、灵修、灵命的操练、奉献，然后服侍、行善、分享、传福音、祷告等等等等，你要有这个行动出来。包括加拢东西，不断的做哈，你再让不断的去领受的神的声音，神继续来跟你讲话。你那安尼了行，那我觉得有一些很根本的地方，就是关键的地方，你要用信心跟神建立深层的关系哦，这是能够听到神声音的重要的关键哦。所以要听到上帝声，上要重要一下，还是信心啦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不是讲我相信什么，信心的对象是上帝。我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，我知影上帝是万关联的上帝，我知影上帝是美好的上帝，我知影上帝是安那信息的上帝，伊讲的话，伊绝对会实现的。你有这个信心啊无？圣经可能有好几千个应许，你有迄个信心相信，不是讲我相信我考试一定会过，迄是你的期待啊！你期待这样子，你对你自己的信心，迄不是咱伫信仰上讲的这个信心。信仰上讲的信心是怎样？是你对神，你的对象是你神。你哪边听到上帝声音，你要对这个神有信心，你才有可能哦。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咱再让跟神建立一个深层亲密的关系啊。神期待的就是这个关系，咱跟上帝这个关系啊。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呢，我们就可以跟神来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哈。咱都要讲给，因为主耶稣的流了宝血，使我们的世人的罪得到水清去哈，迄个幔子嘛，底下所在来离开安尼哈。所以咱透过主耶稣做中保呢，咱就会当跟上帝三连结连做伙哈。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底下讲，耶稣讲啊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哦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这边讲的上帝跟耶稣伊的关系亲密到这样，我只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父要我做的事情。
主要我说我才说，他没有要我说，我就不说。咱甲上帝关系会当真亲像耶稣甲上帝关系安尼无？你哪会当时自然你一定听会到话。所以底下讲耶稣因为甲上帝伊有这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伊自然会当听到上帝声，知影上帝是心意的。所以咱嘛有这个信心共款，敢若耶稣挖靠着爸共款，咱来大概用信心来挖靠着上帝心，咱自然嘛会当去听到上帝声吼。所以咱这2堂课是要讲到我学习要怎听上帝声。原来有上帝有甲咱讲话无？上帝甲咱讲话。伫上一堂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上帝就着伊所创造宇宙的这些法则，在跟我们讲话，说他是一个有权柄的神，说他是一个智慧的神，说他是一个美善的神，说他是一个信实的神。这些东西就着在宇宙万物在跟咱讲，所以咱应该会当知影，只不过咱袂当明白什么原因，今仔跟咱讲着，因为咱有罪，因为咱无真正咧听。因为咱感觉咱有预设立场啊，我感觉答案是安尼，但是答案不是，所以我无听到上帝声。这是咱来检讨的这个部分。所以结论来看一下，咱一定会当听到上帝声，因为咱是羊条内底羊嘛吼。第二咱来常常警醒吼，咱啥物听袂到，现在啥物拄我讲这3项。咱生命中间有完有无认的罪，咱啥物无想要去听。还是咱已经预设立场，咱已经决定啊，我的答案就是要安尼。除了这个答案，拢不是上帝，这上帝你不是咧甲我讲，因为这不是我要提的答案。咱是不是安尼？你若安尼，当然你就听不到上帝声哈。咱来让凭着咱的信心，然后非常的明白圣经内底，然后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行，安尼行，咱的心思意念就跟神的心思意念怎样同步、同频率。上帝讲的声，你听会到，跟那收音机共款。上帝明明就是90几点几，你偏偏转去80几，还是转去100，你永远都听不到，因为跟心思意念不同，无共款的频率嘛。你要和上帝的频率共款，只有什么方法？你要回到读圣经，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你的心思意念才有可能跟上帝同款，你再在修会到上帝和你的声是什么？你就不断的在信心中间跟神建立美好深厚的这种的关系的嘞哈。第四，那么跟上帝建立美好又深厚的关系的时候，就能够这样不断的听到就是听懂的意思啊，神的声音啊，因为上帝要帮助咱，有咱的应许是安那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不用怀疑。你脑里的心，你人的预备心好，我立志要遵行神告诉我，我要听见又要去行，圣灵就帮助你了。我听到之后，我就去行出来了。3步骤，第一个步骤是我们预备心，我们人要付出的代价；第二步是神就帮助你，神怎么帮助你？因为说我答应要帮助你啊，但是答应你帮助你有没有用？我听到之后，我去行出来，神就有用啊，那我再继续帮助你。所以你不行出来呢，也没有什么用哈。所以接下来怎样？那神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哈，并且去行出来哈，不能只有听到，还要怎样？还要行到哈。咱特别来看圣经练习呢，都希望你们从这3点去思考。今天听了讲，咱要学习听到神的声音，那我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行动？我是不是有罪还没有认？那我是不是还有怎样？我是不是常常不想听？我反而喜欢去听靡靡之音，我喜欢听那些八卦，我喜欢听我听起来很舒服的话，那些责备我的、讲我不好的话，我都不爱去听。咱是不是我已经预设好立场啊？就是这个样子才是我要的。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？那有安尼是咱主人听不到啊。好，我有这个行为边呢，我准备要拒绝他。因为我想听到上帝的话，我要让他开始预备外心。我跟上帝讲说怎样？我要听你的声音，我想要去行。神就开始帮助我们了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用行动来表示，我们去走出来，我们听到的去遵行出来。上帝的看的光，你真的愿意去这样做，上帝就不断的帮助我们，但就不断的听到上帝的声音哦。这是咱今天说的这个结论哦，所以你要有一个行动出来。
这行动我一定是从哪时候开始？我还欠缺很多，神啊，你帮助我。这是咱今天一首想的，然后底下问题思考里面有3个问题哦，就是你期待神向你说话吗？你要是不期待的话，你永远听不到哈。你觉得最近一次神向你说的是哪时候？他说了什么？你怎样去回应他？你没有回应的话，以后也不会再听到了。听见神的声音或是意念的话，对你目前而言，你的困难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困难呢？是你不想听呢，还是你还没有认的罪呢？是不是有爱不认的罪？还是我想要听，还是我答案都已经在我心内啊？所以我永远听不到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讲做一个基督徒，上该热切追求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走在神希望的道路上。你若无常常听见上帝声音，你注定都无办法呢。所以基督徒都应该渴慕要去听到神跟你说什么，然后你就照着这样去走出来。那所以今天跟人讲的，有咱应该爱警醒的地方，有咱爱努力的地方。唔忙咱每一样都能精进的，当去听到上帝声，互咱知在咱的生命中间爱安怎来行出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来学习要安怎来听你的声，因为你的声才是真理，才是互阮性命会当得到改变的帮助。因为带领阮头前所要行，阮以后要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路上，阮伫这所在来学习。阮有最原因造成阮无办法听到你的声，阮有最无来认，阮甚至也无想要听，因为遐话听起来毋是互我真舒服的。阮甚至都已经答毋想好讲，安尼才是上帝对你咧甲阮讲话。阮有遮尔多错误的所在，主你互阮来搁一摆来提醒阮，嘛互阮来学习着，阮安怎家己爱先准备心，阮来立志讲，阮要听嘛要去行。然后你就透过信心来帮助阮，就着圣经，互阮知影你的心意。然后阮听了，阮就要去行出来。阮伫这功课顶面，阮要来学习，因为阮以后诚做你的囝儿，就是要听见你的声。求主你帮助，既然愿意伫这方面认真来追求的人，拢得到主你对天而来的帮助。你向因讲话，你诚做因的保护者。我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。